人哋架車揸咗10年，睇上去仲係好新淨，但係你架車揸2、3年就啞晒色呢？其實有冇做漆面養護係好關鍵嘅。今日我哋連順車行咁啱有3架車同時做緊漆面護理，呢架榮放係做緊全車嘅美光拋光打蠟，變色龍嘅部威係一幫佢做緊3層嘅臘尾塗層，呢一架呢就係諾亞做緊隱形車衣嘅保護車漆。我哋連順車行嘅臘尾塗層呢，唔單止可以做漆面嘅塗層，亦都可以做輪毂嘅保護，亦都可以做內飾皮同埋塑膠件嘅保護。所以我哋呢個塗層係比較全方位嘅。假如你架車呢好多啲膠條同埋雨擋嘅話呢，我建議你做個臘尾塗層，你俾鍍晶嘅嗰個光度會增加差唔多2倍以上。另外佢硬度亦都係鍍晶嘅2倍以上。而家咧臘尾塗層慢慢咁替代咗我哋嘅鍍晶，個持久度會更加長，起碼去到18個以上。你架車做完臘尾塗層之後呢，開10年8年，望上去都好似新車一樣，整車穩健哥，保證冇得拖。